歡迎大家返嚟井旁 Make It Happen， 我係傳代 Maggie。今次會同大家講下亞伯拉罕嘅原配妻子撒拉。撒拉原本叫撒萊喎，但自從創世記17章，神再次同99歲嘅亞伯蘭立約，應許佢有極其繁多嘅後裔，將佢嘅名改為亞伯拉罕之後，撒萊都同時改名做撒拉啊，因為佢都會成為多國之母啊嘛。不過我估大家對撒拉最印象深刻嘅就係佢搵夏甲幫佢生仔嘅故事啊。究竟呢位師母同我哋又有咩相似呢？開始之前，請大家幫手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， 你哋呢個小小嘅動作就可以令我哋條片更加多人睇啊！如果想了解下我哋嘅查經課程，歡迎以電郵聯絡我哋。撒拉喺創世記第11章一出場作者就好唔俾面啦。介紹完佢係亞伯拉罕嘅老婆之後，創世記11章30節，撒萊不能生育，沒有自己的孩子，似乎呢個就係佢嘅 stigma， 佢嘅恥辱啊。跟住佢再出場就係創世記12章10至20節啦。嗰度講亞伯拉罕因為饑荒而走咗去埃及，撒拉就同意對法老隱藏佢同亞伯拉罕夫妻嘅關係，話自己只係阿妹嚟嘅咋。同樣嘅情況喺20章1至18節又再出現，話仲差啲跣咗基拉耳王亞比米勒一鑊添啊！有冇諗過撒拉點解肯隱藏自己嘅身份呢？你唔會認為係猶太人嘅家庭一切由丈夫話事噶嘛？但係撒拉又係唔係一個咁順攤嘅老婆先？記唔記得夏甲見自己有咗 BB 就唔尊重撒拉啊？於是撒拉就咁樣同亞伯拉罕講啦。創世記16章5節，我受的屈辱都是因為你。佢仲講啊，願上主在你我之間拼過你。唔單止將成個責任一手咁就推晒俾亞伯拉罕，佢仲好識得為自己爭取權益啊，所以佢應該喺屋企有一定嘅影響力。佢肯隱藏自己嘅身份，都係反映出佢係同意用一啲不正確嘅方法去達到目的，即係走捷徑。之前我都講過啦，亞伯拉罕因為好驚面對即時危險，所以選擇係隱瞞事實。但係對撒拉嚟講就似乎變成咗一個行為模式。我哋睇下創世記16章2節啦。撒萊對亞伯蘭說：看啊，上主阻攔我生育，請你與我的婢女結合，也許我能從她立後。古時嘅人認為有冇仔生同神賜唔賜福有關嘅，撒拉都係咁信嘅。但係佢就唔願意去接受呢個事實，決定用自己嘅方法去改變現狀。其實神俾咗智慧人，目的都係俾我哋有能力喺日常生活裏邊去處理難題啫，唔係件件事都只係齋祈禱去等神出手噶嘛。但係聖經有冇一個標準話俾你聽，幾時要等，唔好心急，幾時就要主動出擊啊？因為每個情況都唔同噶。不過有啲情況我就可以好肯定話俾你聽，唔可以自己出手，就係好似撒拉咁樣走捷徑咯。因為佢嘅捷徑包含咗一啲違反神心意嘅行動啊。第一，創世嘅第2章裏邊佢就講咗神設立嘅婚姻制度係二人成為一體噶嘛。但係撒拉就為咗自己有後裔，主動就叫亞伯拉罕去納妾啊。第二，撒拉由頭到尾都冇提過夏甲呢個名啊。夏甲嘅價值對佢嚟講就好似一件為佢生仔嘅工具咁啫，非常之自私。或者你可能會聽過一啲猶太嘅拉比解釋，佢話如果身為妻子10年都冇仔生嘅話老公就有權去休妻啦。而撒拉咁樣做，只係用緊呢啲古近東流行嘅習俗，用奴隸去幫佢生仔啫。佢為咗避免亞伯拉罕去娶另一個老婆咯，咁都好合理啊。如果你係咁諗嘅話就同撒拉一樣跌落咗個陷阱啦。
要小心啊！世界咧會提供咗好多捷徑俾我哋，仲會俾人覺得，好多人都係咁噶啦。然之後咧就去合理化同埋普遍化一啲錯誤嘅思想同埋行為。有冇留意呢？當時嘅撒拉其實喺度抗衡緊神噶。佢自己喺創世記16章2節話：上主阻攔我生育。跟住咧佢就自己揾個婢女去幫佢生仔，咪就係要抵抗神嘅決定咯。不過佢多數咧就唔係諗住要叛逆神嘅，只係咧唔係好信神，認為自己嘅決定同埋計劃比神好。但係潛意識裏邊其實係咪講緊我自己啊，先係自己生命嘅王啊？舉一個例子啊，有冇試過同其他人一齊做嘢？你曾經講過一句說話，就係等我嚟啦。點解你要咁講嘅呢？咪就係你認為自己比另一個人做得更好同埋更快咯。撒拉走唔合神心意嘅捷徑，最終唔單止自己唔開心啊，亦造成咗一啲破壞性嘅影響添。就係夏甲同埋以掃呢個單親家庭。所以如果我哋用一啲不正確嘅手法咧，去完成自己想要嘅嘢，唔單止代表唔信神，最終仲要承擔後果，同埋可能影響到其他人咯。彼得前書5章8節：你們要頭腦清醒，要警醒。你們的仇敵魔鬼，好像咆哮的獅子，走來走去，尋找可吞吃的人。多謝大家睇晒我哋條片。如果開始嗰時未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嘅話，麻煩而家幫手撳一撳個掣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